元始元年还是元寿啊？元寿啊，西汉末年哀帝元寿，寿命的寿，元年传入，西元前传入。是阿含、中阿含、长阿含、增一阿含、杂阿含。中阿含、长阿含、增一阿含、杂阿含。四部阿含是中阿含、长阿含、增一阿含、杂阿含。中阿含经、长阿含经、增一阿含经、杂阿含经。四部阿含经，四部阿含。